首先，亲爱的家人们好啊！这是我收到的全国各地家人们邮寄过来的彩色的羊绒大衣，改色换色的啊。今天你看我收到了多少件？3件、4件、5件、6件、7件、8件、9件、10件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件啊！你看，还有收到的这些运动衣、运动裤、T 恤、半袖啊、皮衣，都是全国各地家人们邮寄过来的啊！谢谢家人们对兰姐的信任和支持啊，特别感谢啊！需要染色改色的家人们关注兰姐啊，全国接待啊！